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12月17號。自上週12月10號聯儲局議息並且下調利率25個基點之後，美匯指數至今累跌大概1.5%。預料2026年上半年各種不利因素將足以限制美元嘅升勢。美匯指數或者比較難升穿100至到102區間。今個星期將會有英倫銀行、日本央行同埋歐洲央行公佈議息結果。英鎊方面，英國10月國內生產總值按月收縮0.1%，較市場預期嘅低。服務業產出收縮幅度最大，按月跌0.3%。英國經濟弱勢相對地廣泛，包括消費同埋非消費者行業，市場已經開始擔心，僅靠政府相關嘅經濟活動係咪可以支持經濟嘅產出？花旗分析員認為，較預期信息嘅數據或者反映消費者同埋企業喺英國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嘅不確定性，或者支持英倫銀行繼續減息。英國經濟增長前景疲弱之下，花旗分析員預料2026年嘅減息幅度或者比市場預期嘅更大，意味終端利率可能低過3%。中期而言，花旗分析員預測英鎊表現將跑輸其他主流貨幣，利淡英鎊嘅因素包括：第一，英國5月將會迎嚟選舉，政治風險溢價或者令到英鎊受壓；第二，花旗分析員預計英倫銀行嘅減息週期將會喺2026年嘅下半年加快，預料終端利率可能係2.75%。第三，國債期限溢價風險可能喺2026年嘅秋季重臨。整體而言，預料英鎊對美元嚟緊6至12個月或者跌至1.22水平，歐元對英鎊嘅上行空間或者溫和升至0.90。另外，日本央行或者傾向繼續加息。花旗分析員維持預期，今年12月加息之後，明年7月再次加息，並且預計2027年利率終端將會升至1.5%。美日息差收窄，或者會引發更加多沽日元套息交易平倉。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